再来看有民众呢是发现一个中国游客住伫林宝树阿里山的公务宿舍，而且这个游客呢，佮翕影片伫网络来分享伊看日出的心得。林宝树是表示讲，这是内部一个员工伊来登记订房间，毋过煞互中国的民友入去内底住，这已经违反规定，所以会针对员工个人该处罚。天气真的有点冷，然后昨晚上在这里面住，联盟宿舍。现在是凌晨的4点多，我们现在马上去看日出。哦 ，follow me。中国游客翕影片，讲家己住伫员工宿舍，透早4点外就要出发去看阿里山的日出。这位中国来游客，因录翕看日出的过程，娱乐眼前的风景。不过刷伫影片的最后，讲出这款话：愿宝岛台湾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样我们听起来就是不会很开心，不太适当，不太能接受。这名可能用探亲名的入来台湾的中国人，甲去看阿里山日出的影片放伫网络，引起真侪民众的讨论。认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会当住伫林宝树阿里山的公务宿舍？林宝树家己分署经过调查了后，发现是别个单位的员工用家己的名去替朋友申请住伫遮。连当地的人要有亲戚朋友来，要跟他们订房间就订不到了，何况为什么会跑到中国人可以住？我们也觉得很纳闷。实际住宿人员并非简姓员工，而系其友人，已违反该规范，将函请其任职机关针对简姓员工违反规定进行查处。林宝树家己分署表示，这个宿舍是提供给林宝树也是其他单位的公务机关员工出差大的所在，无开放给一般民众使用。未来会加强审查和管理，避免同款的代志再来发生。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